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。今日有2位的所在，一位是伫28章，一位是伫32章。大先，咱来看28章第15节。我也甲你伫地，你无论去倒落，我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到倒转来这个所在，拢无放杀你，到我正对你所讲的。接着，咱来看32节，32章，32章对22节开始到31节。迄暝时起来，带伊的2个某、2个女仆，甲12个囝，拢过雅仆的渡头，大声互因过去，凡所有的也互因过，只有剩雅各家己伫地。有一个人来到伊三眼，到伫天曝光，迄人看袂赢伊，就闪雅各的大腿骨。三眼的时，雅各的大腿骨就扯着。迄人讲：天要光啦，放我去吧。雅各讲：你无甲我祝福，我毋放你去。迄人讲：你名叫甚物？伊讲：我名做雅各。迄人讲：你的名无搁叫雅各，要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你甲上帝人斗输赢，拢得着较赢。雅各问伊讲：请将你的名甲我讲。迄人应讲：袂使你问我的名，就伫遐甲伊祝福。雅各名伫所在叫做便以利。因为讲，我当头对面见着上帝，我的性命还阁得到保全。日拄出，雅各经过便以利，伊的大腿就已经摆。以上，这是咱要请咱本堂老应验传道来讲道。伊的题目是应验中的应允，伫伊内面。兄弟姊妹平安。平安。咱斗阵来祈祷，想赐阮话语会应验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信实，你是慈爱的主，你是阮值得阮学乐牵调的主。今仔日会知，因为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搁伫遮来敬拜你。主，恳求你信心教阮伫地，伫个遮，阮会当听主你的话语，阮听了会当明白，阮转去会当来做出来，会当对主你的脚步来行。诚做这世界的光甲阳，原来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感谢主，今仔日咱的师会讲，这是应验中的应验吼，由应验传道来讲，这个上帝赏赐咱的这个应允哈。今仔日咱要来听上帝的话语，就是伫2011年的时阵，有一个少年叫做安尼，伊伫大学3年的时阵，才有足侪拢大学3年的吼，因足想要去趁钱，所以伊就家己去申请要海外要去迄个做工，伊就甲即个美国的劳工局的人来甲伊即个面谈的时阵，即个劳工局的迄个官员就甲问讲，少年的你去美国你要做啥物工？伊讲我要做工就是会当趁大钱的。吼，一工我拢爱做安尼吼，即个官员讲，安尼你就干那一个位通好去尔，因为你也去迪士尼，也是要去美国本土做其他的工，拢是甲干那趁迄个过程，因为你食大拢爱家己负责，所以你趁的其实拢负责的尔，你只是趁一个经验尔。即个安尼吼，一生的目标就是伊要趁钱。嘿，我毋知因爸母是安尼，互伊足欠用的款吼。听讲伊的爸母就是我啦吼，伊甲我安尼，甲我的先生讲的时阵吼，伊讲安尼我决定我要去阿拉斯加的一个岛，迄个岛的名毋知，迄个岛无电话啦，无咱迄个大哥大，啥物拢无，干那一项工课就是做工，第2项嘛是做工，第3嘛是做工。我即个囡仔细汉有小可下久。当伊安尼甲我讲的时候，阮即个爸母吼心实在真袂平静、袂平安。但是阮经过祈祷了后，感觉即个囡仔有即个意思，要家己要去，所以阮也祝福伊。但是你知咱做爸母的，该送到飞机场的时阵，该咱再见的时阵，咱拢硬去。当伊去3工，拢无电话来，1礼拜
因为遐都无大哥大袂通嘛，网络拢无，就是靠近北极的所在。一礼拜下来，妈妈、爸爸，好想你们哦！感谢主啊！放伊去吼，趁着即句话，19岁20岁，大三啊，毋捌甲阮讲即句话，好想回家。我发生啥物代志？伊去的头一天，因为伊先去西雅图要等飞机要去阿拉斯加，因为阿拉斯加因咧 QQ 全世界 QQ 遮的即个工人，则一边再去迄个算一个孤岛安尼。啊，咧等的时间等4天，4天爱搁家己付旅馆的费用，所以你等愈济工，你就爱付愈济钱。迄费用无算少。啊，阮即个爱趁钱的吼，伊就足祈祷的讲啊，主啊，莫我等一礼拜，莫我等20天，安尼我吼就爱家己付钱。果然4天就互伊等着，但是伊去到遐的时阵，北极吼，哇，溪谷拢压起来。头一天上班的时阵，因拢6点就爱起，7点就爱上班。不管你工作到几点，你工作到这戏拢做完，差不多凌晨2点3点，你过顿工，你也是6点爱起来，7点爱上工。头一天尔，伊溪谷就窜起来，甲中昼啊遐吼足好的就是随时吼食5顿啦，吼所以尽量你食拢无要紧安尼，但是伊都食袂落去，因为伊咧安尼呼吸袂来。甲下晡，甲10点，暗时10点哦，对7点一直做工做到10点哦，伊挡袂牢，因为伊实在无法度呼吸。溪谷咧，咱知吼，啊，佫爱用重的物件呢，啊，用甲英文甲主管讲，我会当休困，请假请病假吼，我实在人足艰苦的。即个官员伊的美国的领班安怎甲伊讲啥物 ？No。阮囝怎惊一个？这毋是美国吗？我会记得美国是一个有人权的所在。我已经病到强要翘起啊！我预期我拍算讲伫迄遮我会当趁着钱，我还袂趁着钱，我就强要翘起啊！我拍算的甲实际差遮济，实在是悲剧啊！头一天尔。伊还佫几工，伊拍算88天，听讲会使趁18万，一声拢乌有去啊，无命，啥物拢无。咱做父母的，总是想讲，咱的囡仔一生中间，伊会当听条主，伊有一个伊要爱去追求的，伊若有上帝应允，这是咱做父母上意爱。喏，定定是咱一生中间。经过一生有人甲你讲 no 的时阵，毋是的时阵，你才会去讲发生啥物代志。今仔咱的经文中间，雅各，我想，伊伫伊妈妈的腹肚内面，就一直咧烧蒸。安怎烧蒸？甲伊的哥哥，因为伊无甘愿输，听讲，耶和华上帝甲伊的妈妈讲，伊妈妈真艰苦，讲咱腹肚内面安尼，叮当来叮当去，真艰苦。耶和华上帝甲伊讲。你即2个是上生啊，大汉的要服侍细汉，所以细汉的要做大。一听讲安尼应允尔，真个雅各甲伊的妈妈讲，哦，所以我一生袂使做后壁，我一定爱做头前的。但是伫伊愈来愈大汉的中间，发现雅各敢若无真勇，敢若真水，但是无伊的哥哥安那高强大汉。无伊个哥哥厉害，伫迄个游牧民族的中间，你爱有够 man， 爱有够力，你才有法度做统领者。雅各就是安尼又回，啊看起来就是真斯文安尼就亲像咱遮的少年的拢足安尼讲足斯文的，拢读册人，无法度做即个游牧民族即个勇壮的，所以哪想哪毋着讲。敢袂讲？耶和华上帝，你讲要应允我的，你讲要互细汉的做大汉的，即个应允敢若我斗3工，看起来敢若是的款哦。所以雅各的妈妈就甲雅各2个想办法，要来甲上帝斗3工啊！主耶稣啊，上帝敢爱咱斗3工，伊的话才应验哈。
伊爱咱同工，伊甲咱呼召，咱爱甲伊同工，但是伊毋免咱斗相共，咱毋通计较啦吼。咱掠咱家己会做的意思，公主啊，这一定是你安尼，公主你的命一定是安尼，死下要变活的。咱捌听过安尼祈祷无？咱的祈祷若是讲主啊，你一定要听我。我想这是咱掠咱家己最大。我想上帝毋免咱斗相共，但是毋免咱计较。伊爱咱安那，爱咱听，爱咱讲主，我当时甲你同工，同工毋是最大的，但是真可惜，雅各甲伊的妈妈安那，哎呀，误会上帝意思啊！想讲吼，这个耶和华上帝应允吼，需要我来斗骹甲斗手啦，吼啊，所以哥哥的这个名分，这个第二条，敢若犹太人做生意真敖，知影人会安那？你当时有需要，我就甲你调关价。你当时安那吼，我就安那卖低卖高，我这赞的。所以伊就咧想讲，上帝甲我需要我来斗骹甲斗手，才会应验伊的话，互我做大的安尼。我的阿兄当时真衰弱的时阵，真需要我的时阵，我就来出招。果然有一天，伊的哥哥以扫，伊去拍迄个出去外口打猎，哇，真忝，转来佫真枵，佫巴肚，佫真喙焦。这个时阵考验来啊，闻到真芳的味，伊的兄弟真敖煮物件，机会来啊！就甲伊阿兄讲，你看你真需要啉汤，来，我遮有真芳的。伊阿兄讲，互我啉一碗好无？我强要死啊！雅各就抓到机会讲好啊，但是你的种子的名分爱互我。这大兄讲，我打到要死啊！我打到已经袂用的啊，活在当下才好啦。关于咧长子名分，关于咧什么环保意识，关于什么咧国家意识，咱常这个长老会、长老会是咱基督教的长子台湾，但是咱有通啊时阵，拄着经济，亲像即个大囝，我强要死啊！我强要股票拢袂起啊！我哪会使甲兑换？我哪会使安那？即马无要紧，我种子的名分袂要紧，心疼的。所以以扫就是安尼，伊敢若想着现金，敢若想着即马土地无要紧，毋免啥物环保，长子的名分就安尼真轻，真凊彩，就卖出去。咱敢捌卖出去咱的土地？咱敢捌卖出上帝予咱迄个资格？上帝予咱怎做基督徒？伫即世间，伊要爱咱活出基督徒的行为。咱即个身份，咱敢活出咱的身份？伫咧咱的公司，伫咧咱的学校，甚至伫咧咱投票的时阵，咱会当出声的时阵，咱有因为咱的上帝予咱种子，咱基督徒的身份，咱敢有好好啊来保守，好好啊来活出种子应该爱大汉囝，活出上帝予咱身份这个行为无？也是咱甲以扫同款，真凊彩。我巴肚枵，我活袂落去，我无工课，我现金上好，咱就失去上帝的应允。伫咧即个所在，以扫嘛是安尼，伊就无种子的名分。雅各想空，伊就是要爱得到伊要爱的物件，用办法，用各种方法，到上尾无方法啦。因爸爸要过身的时阵，即个上尾的祝福，用遮敢若无法度，只好用啥规矩。伊听到伊的爸爸咧甲伊的哥哥讲：“你紧去去找野味，煮互我食，我要来甲你祝福。”伊的妈妈听到，较紧的，紧叫
这雅各讲，紧诶，上帝要互你永远讲你细汉诶要做大，上尾机会无机会啊啦，紧诶，这是机会。常常有通是机会，甲咱的手咱爱明白，这是上帝互咱机会，也是陷阱，也是撒旦互咱的机会。咱来分别，安怎分别？咱来定定甲主连结，咱来定定想，祈祷上帝有互咱平安。雅各即个时阵，伊家己最大，伊感觉我即马如是要摕到大囝的祝福，不管因老爸安怎的情形，伊拢要欺骗。所以伊就拄好来，其实伊甲伊哥哥足无共款，啥无共款。啊，因哥哥嘛较面，啊皮肤啊有毛，啊伊是较黝皮，但是伊就是假啊。看起来伊的爸爸敢若即马人会讲，有一点仔白来种的款啦吼，家己囝都搞不清楚安尼吼，也是伊有一点仔迄落毋知，但是伊就是得到一个用诡计来得到一个祝福。伊个老爸问讲：你是啥？你的名号做啥物？雅各无，拢无挣扎嘛，拢无迄落拄的，无迄落结巴。虽然讲我是以扫，伊用诡计骗到一个祝福，骗到即个祝福了后，伊个哥哥转来，虽然讲，爸爸你要甲我祝福，爸爸讲我已经祝福出去啊，哪会安尼？已经伊会得到。来偷用诡计来得到伊爸爸上尾祝福，所以伊个哥哥就真生气，非常的生气，就讲：好，我即马吼要来，阮爸爸我准备好，阮爸爸若一个过往的时阵吼，毋是准备一个棺柴尔，准备2骹，另外1骹要缀啥？我的小弟，气甲要害去，要甲伊的小弟拄去。人生气就做一个你无法度想象的代志。雅各甲伊妈妈听见安尼，较紧来走啊，紧来走啊，走去佗？走去一个所在，走去啥物所在？毋知，干那知讲你紧去，可能去找你的阿姑，可能去倒位。所以雅各伊就开始行头前的路，走路，一个人。伫咧经节内面讲，伊一个人走路，伊普通是无出门的，去到一个旷野的所在。迄个阴暗伊伫遐困，困了无安心，是安怎？因为伊头壳用石头，无困的所在，就亲像咱的耶稣无困的所在，用石头，手边仔爱搁摕一粒石头，因为伊实在是无安心，毋捌出门过，搁即马伊阿兄要来杀伊，伊迷茫着，做困去，迷茫着讲一个天使。一个天使上帝使者，伫个天顶甲下起，行来行去。伊阁看见上帝徛伫伊的身边，讲我就是上主，是你你的阿公亚伯拉罕上帝，你老爸的上帝，我要甲你即马所倒的即个所在，要成做你要祝福互你，嘛要祝福互你的后代。阁要甲你讲，你的后边，你的子孙要亲像这土山东西南北。你的土地要有祝福遮大，我要照着你来赏赐你的后代，而且要赏赐世界各国。我要甲你立地，我要甲你立地，实在是真好。因为迄阵伊感觉真孤单，一直拢甲伊伫地，妈妈无法度甲伊前往。即马敢若伊一个人，但是伊伫个遮尔困难的时阵。拄着上主甲讲，我要甲你伫地，无论你去到倒位，我要保护你，并且要带领你搁转来。你即马出去是要搁互你转来，我绝对无离杀你，我一定要应允我对你的应允，一定会应验。咱做爸母的嘛是，就亲像我的囡仔要去阿拉斯加，头一工敲电话转来，阮就真烦恼。88天，即马才头一工，日子过来要安？伊一个人去到北极的所在。尾后我阁听伊讲，因去北极遐有一工休困，因去到一个森林里面，因去互交代讲，你若看到熊的时阵，千万毋通走。但是咱的本能啊，看到熊来，头一个就是啥？走，太恐怖了。所以我的囡仔因为伊是头一遍去，甲伊斗阵去佚佗的。
拢是已经去第二遍，去趁顿第二遍啦。因感觉讲去遐趁钱真好，会使转来会当还迄个学贷。所以当然有一遍休困去郊外要去佚佗的时阵，发现有白纸熊有熊。我的囡仔头一个就转身就跑，但是因所有的人10几个人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把他压在下面，因为只要他一个人跑，全部的人都遭殃。咱做爸母有当是真的袂放心。当我听到安尼，我心真惊，但是伊伫个种远的所在。但是我听到讲，妈妈，我还阁活地，因为我真正每一天祈祷，特别是拄到熊的时阵，拄到我无安全感的时阵，一个好大的人拄到熊，拄到你毋捌拄到的，拄到你心惊无安全感的时阵，伊需要人斗3工以外，你上重要爱有主。我就是看到这则经节，我讲主啊，这个囡仔是你的，你要甲伊同在，无论伊去倒位，你要保护伊。我想咱做爸母，咱今仔日有真侪个囡仔，明仔载开始开学，拢要去家己的学校，也是你要去开始要去无共款的国家来做工课的时阵，这是上帝应允。你看雅各遐尼可恶，又可怜。这么可恶的人，神都与他同在，拢甲伊伫地，拢保守伊，何况是咱？好，咱安那，咱可能嘛无比伊较好啊吼，但是咱相信耶和华上帝会保守咱。咱听条即句，抓条即句应验，上帝要互咱的应允，因为伊每一句拢要应验。果然20年，即句话了20年，伊去到阿舅的厝。咱真知，伊这20年了后，去到遐路头去拄着伊的阿舅，伊的阿舅有2个查某囝，对无？哇！伊看介意第2个查某囝，哇，真意啊！讲我要认真做工课，我要做牛做马拢无要紧，只要互我带着迄个，我水某就好啊。结果结婚头1天就发现预期水某遮水，结果实际上透早起来一看我，哇！目睭怪怪的吼，圣经讲目睭是怪怪啊，无神的啦吼。毋是无上帝的神哦，是无精啦吼。哎呀，悲剧啊！因为期待娶到的，期待娶到的是遮水，结果透早起来是安尼落差遮大，所以伊就搁甲伊阿舅讲，无安尼啦，袂使啦，我一定要娶到我迄水某啦。好，7年，搁做7年，果然伊水某第2年被人娶的时阵，就甲这共款。伊就感觉很非常的幸福，但是娶着水某毋是安尼就幸福啊吼！伊无产业，啥物拢无，伊嘛足想要返去伊的厝的。特别人是做歹，人亏欠，心情会平安。伊一生，我相信这20年中间，伊思思念念，伊无搁见着伊的妈妈，伫圣经内面。上爱上听伊的妈妈，甲伊同甘共苦，甲伊安那应该算有革命精神的妈妈，无搁拄着伊妈妈，圣经讲应该是伊无搁看见伊的妈妈，真大失落。这20年中，伊想要返去，尾啊，伊也是咱当面讲过，伊甲伊阿舅中间，伊用一人迷信的方法，但是上帝也是保守伊。那甲今仔日的经文时候，咱就看见这20年过去啊，伊想要返去，想要甲伊的哥哥好好，因为伊感觉伊对伊的哥哥真抱歉，但是伊毋知因哥哥的迄个火还阁有足大无吼？因为因哥哥讲安那，准备一卡棺材要等伊啊。伊真巧，伊的本性还阁是来。上帝无叫咱毋好巧哦。上帝无叫咱毋好计划哦，爱计划，就亲像雅各，伊的计划，伊即马无啥共款啊。安怎无啥共款？伊毋是用技巧，伊是用上帝互伊的智慧。伊安怎来做？伊就开始去探听伊的哥哥，迄边是安怎？哎哟，伊的哥哥400个人咧等伊，而且举兵器，哇！一声，第2步
上帝嘛叫咱爱安尼呢吼，毋是叫咱戆戆啦吼，爱有这个未来学，要我们学，爱咱读册，少年的爱认真读册哈。读册，咱上帝呼召咱爱用咱的智慧。上帝，你要爱我行东，我就用我的智慧好好啊行；你要叫我莫叮当，我就用我的智慧甲主你甲我伫着，我先莫叮当。最主要我爱合主你心意。即个雅各即马，虽然伊阿哥甲主的关系应该也阁无亲像遮亲，但是伊用上帝保守伊甲伊同行，哇400因个亚兵吼啊！我看吼爱分散风险管理一下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什么篮子啦，吼特别莫交代团队啊，团队等礼拜才跋倒，吼规个咯抛破去哈。后壁要交代落，分开，哈你看伊吼分做4队，伊上无意爱的迄个上头前，吼要死啥，死别人，毋通死病倒对无吼。所以伊家己囥咧上偌济，上尾溜啦吼，咱看经文。伊甲古早有一点仔无共，伊早拢靠家己掠，即马已经开始求告，迄个捌应允伊20年前捌应允伊迄个上主，礼年啊来安那来背失礼，这下拢敢若足妥当啊，是毋是妥当啊？无，伊的个性就是安那，老超凡啦吼，但是这嘛是有好处，做上歹的决定。若是安那的时阵要安那？今仔经文讲伊安那，甲伊的2个某，甲伊的家后11个囝拢带到安那阿伯河去。要过河时阵，伊拢过去了，伊家己一个安那，搁转来到一个河即边。当伊搁一个人来到河的即边的时阵，有迄个时阵有一个人来甲伊相应。暗时的时阵，即个人来甲伊相应，而且应到安那早起时，即个人是啥啊？主动来甲伊相应。就伫即中间，伊发现，即个人除了是耶和华上帝，也是伊的派的使者，无别人啊。咱敢有想着讲，是安那要相应？伊相应的中间，甲迄个抱斗阵，伊要出来，我要赢，但是迄个人够也有气力。无可能，互你赢。你相应的中间，雅各也知影讲，我实在是一定爱赢。伫即世界中间，我一直咧追求，我一直咧掠，是安怎我拢无得到，我爱得到。我敢若即世人中间，拢一直咧失落，一直拢无真平静，无真平安。耶和华上帝特别请做一个人。甲伊共款大汉呢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我上帝遮尔大，天地万物拢伊赏赐，伊也要甲即个雅各相应，一个风台就倒啊，一个水灾就淹死啊，何必安尼？就是耶和华上帝疼咱，伊知咱有心有不甘，伊知咱心内艰苦，知咱真惊吓。即个时阵的雅各心真惊吓，真无安全感。拢送啊头前，剩家己一个上尾溜。我若会使走，恁死无要紧，我爱活着。伊本性出来，人伫无安全感的中间，自私自利。耶和华上帝派使者甲伊相应。咱本性是上帝要爱甲咱赢过，咱的本性要甲上帝来相应。咱要经过甲上帝来相应，甲上帝真理，你若有无清楚的，你若有无甘愿的，你若有受艰苦的，伫苦难中间，耶和华上帝愿意，甚至伫个遮讲，伊亲自落来，主动的来甲咱相应。伫相应的中间，咱知影咱的困难；伫相应的中间，咱知即个人敢若足有困难，但是伊阁互咱感觉咱赢呢。这是上帝上伟大的所在。伊互人感觉讲，我是一般的人，你是上帝，是安那我甲你相应，我阁感觉我敢若赢呢？
这是上帝故意互雅各感觉讲伊赢。实际上，咱看后壁就知，一个输的人敢有法度伤害另外一个人？无可能。所以伫遮经文，咱就看见讲，即个甲伊相应，即个耶和华上帝是亲身落来，甲人一样大汉，甲雅各来相应，甲伊的自私自利自义来相应，互伊即个过去，即个内心是无好的，是技巧的。要来甲伊相应，当伊要走的时阵，甲伊的骹，伊上有力的所在，甲伊扇一个，互伊阵啊转着。但是迄个人就要走。我讲你袂使，你袂使走。我即马剩我一个人，我搁啥物拢无啊，我搁骹搁歹，我一定爱掠掉你，你爱甲我祝福，无我无放你煞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毋知影伫你的一生中间。有想过一个时阵，就是我拢无办法，有谁会当救我？有，耶和华上帝要救你。有时阵你感觉真袂平静，你感觉耶和华上帝你无公平，你是安那拢互我才会拄着遮个代志？耶和华上帝讲，我的囡仔来甲我相应。特别是对透过圣经祈祷，甲上帝来相应，伊要透过祈祷中间，伊要互你得到安慰，嘛要互你得到快乐，就亲像雅各伫个相应中间，伊感觉到家己的快乐。咱无法度带咱的囡仔伫一世人中间，但是咱会当互伊上大祝福，就是甲信仰。所以即个人互伊祝福是啥？讲你是叫做啥物名？就亲像当初伊的爸爸问伊讲：“你是啥人？你叫做啥物名？”伊讲：“我是以扫。”骗人，无真实，哪伫遮？即个耶和华的使者问伊讲：“你叫做啥物名？”伊真实讲：“我号做雅各。”上帝爱咱真实，无爱咱假，无爱咱淡遐假。咱真真实实甲主的面前讲：“主啊，我实在无法度，我歹呀，我无气力啦。”你甲我伫地好无？你甲我讲，所以即个人祝福伊讲：你无要搁叫做雅各，你啊，家己想办法，家己举家己的意思做意思。无，我讲你要互做以色列，原文有一个意思，除了讲遮讲的讲甲人甲上帝拢相应赢，啊，搁一个意思就是上帝你来掌管，你来管理。毋茫咱拢对咱的性命中间，对雅各的命。来换做上帝，你来掌管刚好，因为上帝甲咱面对面，这是一个真大恩恩祝福。伊要互咱有啥物问题，拢会使甲面对面。虽然咱可能歹啊，虽然咱可能事业失败啊，虽然咱的家庭可能破碎啊，虽然咱的囡仔可能即马毋知咧倒位，但是上帝知。咱要对咱家己掠做家己的意思，咱怎要赢做主啊，你来掌管。伫我过去中间，我的先生，伊是树林长老教会第一个上少年会使做长老，迄阵啊30通岁，但是伊就是每一遍就想，我无爱做长老，因为伊讲我若做长老，我拢会共转倒转伊，所以伊即摆无爱来甲我共教会，伊讲伊惊甲牧师转倒伊，我阵啊，这代志有麻烦啦吼。但是经过7、8年，伊即摆毋敢安尼。就即中间，甲伊共款有一个哲士，伊普拢是足无用。伊讲，后即个代志，我拜一甲拜五无应甲咧害去，啊我拜6礼拜过来教会上班，我偏普拢是拜6礼拜，比拜一甲拜五搁较无用。我拄着安尼，我无爱做哲士啦，免讲啦。啊，阮先生甲拄好甲伊好兄弟，但是即个兄弟，你也去马街医院了，定定看到即个兄弟，伊尾啊，经过我袂记几年，伊尾啊自刎，我要做哲士，因为伊尾啊得到3癌，伊拢共讲伊3癌，伊有大肠癌，有直肠癌，啊，搁一个啥物癌，伊尾啊甲工作拢辞职，
伊甲我的先生讲，毋通，若活着爱为主活，啊，即马吼，我身躯还阁活，伊即马已经活十几年啊，伊每天带着癌症的癌，去马偕院做义工。我的先生因为看到安尼，伊毋敢阁讲我无爱互选做长老。但是阮先生嘛无互选做长老，伊家己袂烦恼的吼，票无够，所以你毋免烦恼啦吼。真诶啦吼，有票够才讲嘛吼，才烦恼啊吼。我要讲的就是讲，毋是掠咱做艺术，咱嘛爱倚靠上帝，咱毋通家己掠最高，自私自利，自义上界严重。家己掠做家己上高，家己意见做意见。上帝无爱咱讲，啥物拢爱做，啊，着放烂烂，毋是，是讲你若要做，你嘛爱讲主啊，你意思是啥物？下主是心意。啊，你讲啊，传道啊，我哪会知上帝心意？伫遮到信仰的时阵，耶稣甲咱应允，咱若是定定甲伊连接，透过聚会，透过圣经，透过一个祈祷。伊应允咱讲，咱甲伊连接，伊伫个咱的内面，咱伫伊的内面，就亲像葡萄甲枝共款连到底，咱就定定会知影讲，当上帝叫咱即马去行，认真拍拼计划，咱教会是一个计划，祈祷佮宣告，若当听候，咱就听候。咱甲主连接的时阵，咱的心就知何时会平安，何时通好放囡仔去，何时通好甲伊。叫来安那笑笑的，何时通好？啥物事通好？家叫来讲囝，我实在心真毋甘，因为88天了，我的囡仔转来透早，伊暗暝3更半暝飞机转来，透早就要搁去学校读册。我去叫伊时，我目屎拢流落来，伊的手变安尼，这无法度办，因为伊的杀迄落。鲑鱼甲鲔鱼，迄电动的，一工做工课，拢会做到凌晨2、3点，透早6点搁起来，7点搁就工。我虽然心毋甘，但是心真平安。我的爸爸妈妈拢讲，哦，恁这做爸母有够残忍的，敢有较欠营养，较欠人来甲我找我。我想咱就是安尼，咱做爸母的，上帝就是有即个心。就亲像咱做爸母的心情，有时咱爱放伊去，但是主甲伊伫地，这是咱通放心的。咱定定拢伫主的内面，主嘛伫咱内面，咱只要遵行伊对咱的命令，咱的生活中就生活伫主的听内面。听内面无惊吓，听内面虽然咱会计划会烦恼，但是主讲咱会有真正的平安。伊想说咱的人生是要喜乐甲平安的，这个话是会应验的。咱斗阵来祈祷。上主生命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伫阮生活中，你一直甲阮同在，特别是伫阮困难行袂过的时阵，主，你讲你无离开阮。你无去杀阮，主，阮感谢你，透过雅各，透过主耶稣你的保护，主，阮知，阮伫你内面有完全的平安甲喜乐。恳求主你保守阮所工作的所在，转去到阮的世界。阮无好，阮乃是要伫世界中要改变这世界，互人拢来归向你。主，阮为着安尼来感谢你，感谢你所赏赐阮的开力，互阮行出来有开力，哪来哪勇壮，哪来哪正做基督的精兵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阮主祷文，安尼讲，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遮，伫地里亲像天里，阮的日食今仔日阮，赦免阮的过犯。亲像阮若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你带阮入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。